林加拉的落兴亚难民营传出火灾，虽然无人伤亡，不过至少有1万2000多个难民大所在拢放烧了了。日本伫咧二战时期强制征用南韩劳工的赔偿争议，今仔日南韩宣布要由南韩政府加卡的基金会来赔偿。南韩愈来愈侪真伴大做伙，唔结婚唔生囝，当地着电视节目来探讨这个社会趋势，吸引未少观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6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就大家做伙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已经过1个月啊，总共有53000多人死亡，会造成这么重大灾情，有真大原因就是建筑物无够用，所以土耳其当局是已经扣押200多位建商在调查。不过救灾速度慢，搁再加上说落来经济问题，嘛是引起侪民众的不满。这互总统埃尔多安5月要争取连任，恐惊是真不妙。世界拢靠山，工人逐工无用试试清理在破房下残骸，要赶紧重建，互灾民用转去。Günlük 200-250 ton arası enkaz çıkarıldığı söyleniyor. Biz de bu enkazlar hem çevreye rahatsızlık vermesin. 强烈地震互土耳其超过21万栋的厝放弃，影响差不多7400多万人。因讲是土耳其1/6的人口，县政府已经赶紧完成厂商招标投入重建。不过1万有300多万人被迫离开受灾故乡，140多万人住伫布棚内底。政府救灾速度甲专业度，互灾民积极。亲像有的所在无大型基具刷暗土地，灾民目睭金金看亲人受困死亡。经济专家将严重灾情原因是因为大量违规建筑法律无严格，建商偷工减料，付出无耐劲，才造成灾祸。Aldığımız dersler gelecekte çıkaracağımız derslere ışık tutması lazım diye düşünüyorum. Tabii eksikler ve kusurlar varsa onlarla ilgili devletimizin ilgili kurumları ve yargı gereğini yapacaktır. 土耳其当局已经扣押200多个建筑承包商甲相关人士。世界银行估算，强烈地震直接造成土耳其超过34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差不多 GDP 的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认为，在欧重建工作应减少今后经济活动停滞造成的伤害。不过，土耳其人民即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加上地震灾害，恐惊影响5月14日总统甲国会大选。公视新闻杨干编译。伫咧孟加拉有一个落兴亚的难民营，礼拜下晡传出火灾，佮烧甲正猛。虽然无人员伤亡，不过至少有12000多个难民大个所在拢放烧了了。那伫咧马来西亚的南部是连日咧落大雨、做大水，目前至少有4个人不幸死亡。火一直烧起来，厝一下都拢焦火熏。消防人员伫个火熏中游水线，想要控制火势。南亚孟加拉东南部有一位难民营地，7号下晡发生火灾，因为风真透，搁加营区内底有真侪真好笑的物件，所以火一下就弹开。一寡人连物件拢袂附体，刚来当赶紧逃走。ফোন হইতে গিয়ে ফাটাসার আয় ফোন তো এবেলা নিয়ে গিয়ে গই ওনা গিয়ে এক দূরের মাথা আর বাসা কান এখন পুরি গিয়ে তো ওগা দেশীয় নাই এখন সোলওয়ারও নাই ওগা টাঙ্কিও নাই এখন আই বাদ দুয়া হড়া হাই অন্য নিচে পারলা কিন্তু নাই পানি মারি না পারিস তো ওনারা বুঝি পাইছে বলে আশা করি 警消用差不多3点钟控制火势，估计有2000个住所，一家病院还是中心这设施烧毁。虽然无人员伤亡，不过至少12000个难民受影响。本来因都有落无厝，即马连困的所在都无啊。导火营地是伫科克斯巴扎尔，大超过100万个罗兴亚难民。较早孟加拉的难民营都常常发生火灾。2021年3月大火，致使15个人死亡，上万间厝烧毁。若伫马来西亚是拄着大水的侵袭，大马来西亚顶礼拜3开始落大水雨，雨因为一直拢无停歇，致使南部地区大淹水，民众早起出门前厝内也好好，下班转厝水就规个灌入来，只好赶紧甲洗衫机、电锅这电器用品搬出去。Tak dah, kita habiskan kerja dulu sebab kat rumah ada orang. Jadi kita suruh yang dekat rumah bersiap sedialah. Balik dia tu
dah sampai depan pintu lah rumahnya. Lepas tu naik malam terus masuk rumah. 这个大水至少影响6个州，上严重的是远近新加坡的柔佛州，当地民家为임甲村厝顶，目前已经知影至少4个人死亡，超过4万人疏散。当地环保组织表示，这是柔佛州半世纪以来上界严重的大水。佮讲，因为当地欠缺绿地，无法度吸收增加的降雨量，这个地区灾情严重。当地气象单位佮警告，大雨可能会落到4月，才会当停歇。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即马全世界拢在拍拼减碳，推测改用电动车。不过，咱就要特别注意电池的安全哦。亲像伫咧美国的纽约，有一间超市，就是因为一台放伫室内电动自转车内底电池着火。虽然消防队伫咧4分钟内就赶到现场来拍火，不过这火实在烧甲伤猛，至少5个消防员，阁有2个人受伤。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间超市冒出大量乌烟。西午早起10点40分，纽约市消防局接到通报，才发生大火，原因研判是3级火灾。后来紧急调关到5级，总共200个消防员赶到现场。导火原因是停在超市内底后门一带电动脚踏车锂电池导火烧起来所致死。This entire building behind me is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roof is caved in. There is nothing left, and it is all because of this one single bike. 消防局透过配合公布火灾发生时阵监视器画面，因看到门边有一团火球，乌烟向顶完成。穿绿色衫的民众原本想要挖紧，不过火势一年爆变大，规监视器因无拢只掉咧，互人看甲心惊惊。目前知影规间超级市场烧了，也阁拖到一间洗衫店。纽约市去年发生200多件电动机车电池烧起来火灾，绿色交通背后暗藏公安危机。市府甲消防局也呼吁大家按正确使用有合法电池的电动脚踏车，将避免灾祸发生。I just want to commend the Commissioner and FDNY for placing this on our radar and really leaning into how do we educate the public that you must use the legal batteries and also these devices should not be placed inside your home. 同一天，伫美国马里兰州费德瑞克市发生一台油罐车冲浪大树导火爆炸事故，现场冒出大量乌烟甲火枝，火势烧差不多40分钟了后爆发，目前知影驾驶当场死亡，也有6间厝甲3台车烧害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为着要解决日本和南韩长期以来停用港的赔偿争议，南韩宣布要透过基金会做第三方来代赔偿。再来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因为停用港的争议，引发日本和南韩的贸易战。当南韩提出解决方案，日本嘛打算要解除半导体原料销往南韩的限制。英国 Times 报道，为着要阻挡大量非法的移民，英国暗算要宣布新的法令，未来所有坐船渡过海峡进入英国的难民，拢无法度申请庇护，而且佫会互人转送去到罗安达等等的第三国。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初6参加民主纪念活动的时阵，讲到共和党想要暗砍历史的真相。外界认为，拜登这是咧针对共和党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最近禁止伫高中开设非裔的探讨课程。落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俄州又搁发生火车败马事故，而且和1个月前的事故是同一间铁路公司。加在这摆的车顶无搁载化学物质，无漏泄的危机，嘛无造成人员伤亡。明年2024又搁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有侪人选拢开始咧铺排，包括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主张保守的理念，甚至搁去到民主党执政的加州去批评性别教育。若前总统川普是画出2024是伊最后一战，伊要带领美国搁再变伟大。目前共和党内已经至少有6个人要来争取总统大位。安桑伫几个月内，就要宣布竞争夺奖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最近开始伫各州行踏，替2024年选举铺路。礼拜伊去民主党主政的加州，讲保守派理念，操大伊伫佛州的成就。
And I believe parents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should be able to send their kids to elementary school without having an agenda jammed down their throats. They should not be teaching a second grader that they can choose their gender. That is wrong,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和尚提示，唔若批评民主党的地方市政有缺失，佮批评中央政府的预算支出、防疫措施甲移民政策等等，根本是去中国意识形态病毒。So in Florida, we say very clearly, we will never ever surrender to the woke mob. Our state is where woke goes to die. 伊伫甲和尚提示，看作是党内上大敌人的川普，嘛伫马里兰州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CPAC 宣示要完成伊最后的使命。We're going to see this battle through to ultimate victory.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川普讲，敢若有伊会当防止第三届世界大战爆发。伊若是选调，就任之前就会当互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结束。也若根据 CPAC 非正式的民调，有62%参与的人期待川普会当过一届代表共和党来竞争2024年的总统大选。显示伊也是保守派第一人选。看到川普的路线有市场，共和党的新生代嘛受到启发，包括今年敢若37岁选举制约的拉马斯维尼。You get national unity in this country by embracing the extremism, the radicalism of the ideals that set this nation into motion 250 years ago. 目前共和党内其他有议员要出来选的，还佫包括前副总统潘斯、前国务卿蓬佩奥，甲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等人，至少有6个人已经公开表态，竞争是真激烈。公司新闻张培斌编译。接续来看，日本伫咧二战时期强制征用南韩的民众去甲日本的企业做劳工的赔偿争议。虽然日本伫咧1965年的时阵要和南韩建交，就已经有签协定，迄当阵日本已经提供5亿美金的经济援助予南韩，其中有3亿就是要予遮的征用工来做赔偿。不过，一寡受害者不满这援助金伤少，所以佫直接告一寡日本的企业。伫咧2012年时阵，南韩的法院就宣判国家的协定犯国家的协定，受害者也是有权利通对企业来讨赔偿，甚至伫咧2018年直接判定日本的企业就是爱赔偿。但这就换日本这边袂得啊，认为该赔早就已经赔过啊，所以2019年就甲南韩踢出贸易优待国家。啊，那南韩嘛甲日本的企业开发来还债。日本和南韩的贸易战就安尼开始啊。不过面对着经济压力，也佫有隔壁北韩的威胁，现任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咧选前就发声讲要来解决这个赔偿争议。就伫咧今仔日初6，南韩宣布由南韩政府下骹的基金会，而且是用民间的捐钱来赔偿。但即马即个决定是引起侪受害者的家属反弹，认为这是国家对日本的落软，而且应该是爱由日本来赔偿甲毁尸的才对。啊，那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是认为这是互日本和南韩恢复外交关系的一种方式。南韩政府初6公布二战时期甲日本之间征用工问题解决的方案，决定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形式来解决问题。 일제강제동원 피해자 지원재단이 강제징용 피해자 유족 지원 및 피해 구제의 일환으로 2018년 대법원의 3건의 확정 판결 원고분들께 판결금 및 지연 이자를 지급할 예정입니다. 日本、韩国登港的问题，伫2018年由南韩最高法院头一届判定，要求日本2间企业甲原告团体赔偿。不过，日本坚持讲，伫1965年双方签订日韩请求权协定的时阵，日本已经赔予南韩3亿美金，解决两国甲民间所有赔偿的问题，所以南韩袂当阁提出任何的主张。到2019年，日本政府甲南韩为出口管制优惠的国家内底删除，去互南韩看作是伫报复。 这嘛，互日本甲韩国双方的关系变做二战了后上歹情形。针对这点，南韩外交部长朴振表示，目前原告拢已经真侪岁啊。日本对南韩加强出口的管制，
加上2国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等的问题，嘛加深对立。强调美国对方冷淡的外交关系放外国，所以切拉宣布由第三方，支持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代为赔偿的政策。按算赔偿费用的来源，会透过民间自发性捐款来准备。不过，这个方案却是引起部分媒体甲受害者也有家属的反弹。 사죄도 없는 법적 배상도 없는 이런 친일 매국 협상에 대해서 반대하고 있습니다. 피해자가 반대하는데 그리고 대법원 확정 판결이 있는데 무슨 권리로 윤석열 정권은 이따오 망동을 저지른단 말입니까? 针对这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认为讲，这是和日本甲韩国恢复健全外交关系的一种方式。伊嘛强调讲，日本政府对历史认知的立场，会甲英国政府拢相像。日本嘛会启动听书，撤销对南韩出口的限制。但若南韩按算嘛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撤销对日本的诉讼。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 再来看南韩，即马有愈来愈侪人含真伴带做伙，就是唔结婚、唔生囝。根据统计，南韩5冬来结婚的人数是减少2%，若同期家庭是增加7%。原因就是结婚含生囝所带来责任含压力等等。去年当地就几个节目伫咧探讨这个趋势，嘛因为互人感受真深，吸引到袂少观众。 同款32岁的赵成浩甲李尚美恋爱超过10年，两个人目前同居，不过无拍算结婚。因大方上电视实景秀，甲人分享因的生活。 결혼을 하게 되면 당연히 이제 뭔가 권리처럼 저에게 출산을 요구할 수 있는 부분인 걸 제가 너무 잘 알아서 그걸 피하고 싶은 마음도 엄청 커요. 李尚美坦白讲，伊无想要承担婚姻中的责任，也无想要生囡仔，这是伊拒绝结婚的主要原因。李尚美另外一半虽然也是想要结婚生囝，不过支持女朋友的决定。 남편의 그런 생각이나 가치관이 좀 많이 바뀌어야 되는 것 같아요. 정말 같이 보는 느낌. 근데 어쩔 수 없이 젖을 물려야 되는 거는 엄마의 몫이고 남자가 대신해 줄 수도 없고 그러니까 완전 50대 50이라는 거는 이 육아에 대해서는 존재하지 않는 것 같아요. 南韩去年像这种以同居无结婚做主题的电视实景秀至少20个，是安怎这种节目这么流行？一个制作人是讲，唔是要鼓励同居，是反映社会现象。根据调查，目前南韩甲一半的人认为有必要结婚。过去5年，新婚的人数下降2%，同居的家庭升悬7%。另外，社会对同居的接受度为10年前较无5成，升悬到65%。这个数据说明同居唔是禁忌，这种节目有伊的市场。制作单位甚至会举办매장的见面会，满足观众的需求。 아마 제가 연애 프로그램 제가 좋아해서 약간 남녀 안에 서로 약간 좀 만나서 약간 얘기하고 감정을 약간 표출하고 그런 것 때문에 제가 솔로지오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요. 心理学者分析，平常时老百姓的同居生活，更较会互观众产生替代性的快乐甲情感的认同效应，所以这种节目会真受欢迎。不过，对于生育率已经是全球上低的韩国来讲，无结婚无生这个现象，会使得社会老化的危机更加严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美国举办全球上大的美人鱼大会，这些男大女幼，无论是大颗也是瘦，甚至阁有新长者嘛做伙来参加，展现因的自信，做一只独一无二的美人鱼。 伫水内摇叮当鱼尾，这条美人鱼自在享受受水的趣味。其实内底有一寡人外表并无完美，不过伫这个游泳池内，大家性命拢真醒目精彩。今年33岁，得到微团性运动感觉神经病变的海伦娜·麦克劳德，有新鲜帮助嘛，落水小刺激的。虽然无大甲真正美人鱼同款有华丽姿势，不过美人鱼总穿起来所享受到的快乐，甲一般人同款。Sharing the magic and making kids smile. I love it when they go, a mermaid! Another disabled kid, like a kid in a wheelchair, they get so excited to see me. 伫维吉尼亚州上场的这场盛会，予人认为是世界上大的美人鱼大会。几600人伫这座游泳池内，穿正水的美人鱼装，用多元甲包容来庆祝美人鱼的魔力。参加人有各行各业，拢真爱游泳。
Swimming has been a huge part of my life. I'm disabled, so there are a lot of sports that I can't do, and mermaiding has been really great for me. 美人鱼活动，予各人年纪的人偏向种族甲无共身体能力的人会当参加。大会除了举办穿鱼尾游泳甲安全管理的研讨会，也有一个大胆的主题，就是大颗美人鱼掀起北海泳。一个美人鱼表示，家己的心态会当真自在，唔通有拘束，认为应该安怎做就去追求。每一个人拢是美人鱼。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